做那些危害的鬼神，则以恶心危害他人，结果必将以此恶业之因，必引入恶趣的深渊，是吧？是。所以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和善巧方便宣说了利用强力与现行之业驱逐降服鬼神的法门，这也是避免什么？那些鬼神就像母亲对不听话的幼小孩进行打骂一样，对于伪造罪业、违行不善的这类众生，能够什么？断灭其恶业，并能将什么其神识牵引到亲近刹土的人。降服事业是开许的，否则认为施主生人和眷属等为自方的人而贪执他们，认为鬼神及作害的那些众生为他方而憎恨他们，世尊怎么会宣说这种以贪心护持自方，以嗔心打击他方的方便法门呢？据如此贪心和嗔心的人，如果驱逐打击那些一心生的鬼神，他们非但不会听从，会反过来伤害自己。不仅以贪嗔之心不能调伏，而且执着那些鬼神为自相实有之，也不能调伏他们。从前弥勒利巴尊者住在穷隆穷县时，一次外出拾柴，回来时发现魔王奈雅嘎利用神变化为5个睁着碗大眼睛的厨匠，坐在尊者的卧室里。尊者祈祷上时，本尊不起作用，修本尊的身体次第后，念诵蒙住也不能使他们离开。尊者想，上师马尔巴罗扎曾传述我现有一切直指为自心，心性直指为空性光明。如果魔障是为是由外境肯定不会起作用，因此他们安住于鬼神为自现的定界中，禁止走入山洞。5个楚鬼是吧？对。非常害怕，滴溜溜地睁着眼睛，愿无影无踪了。同样在罗刹女歌中说，本习气魔于心生，倘若不知心本性，你遂见住无不去。若为正悟自性空，是我之魔不可数。若以认识自心性，为缘皆显为诸伴，我罗刹女亦为普。如果不具鬼神为自心显现的定界，以嗔恨心怎么能降服鬼神呢？哎呀，那这个以上都是讲的都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些都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大家都比较清楚的。然后相当就是在为什么讲到这个弥勒利巴的这个故事，刚好假如在这个里面刚好讲到这个时候，是主要是呢，就我们自己一切的这种显现，也是以自己的内心而造成的。
相当就是在看到这个弥勒利巴尊者他的山洞里面看到这些丑鬼的时候，那他如果是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外境存在的一个动物，也可以是存在的一个众生来看，那而且是当做是它是比较比弥勒利巴尊者他更厉害的东西来看，然后呢他就是会做什么，就先祈祷上师，然后就相当就是祈祷上师，上师就是让他们离开那种，然后同时他也是做神远次第的修持，就是要做仪轨念诵咒语等等的那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即使是我只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有恐惧然后把他们都当作是有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呢，就所以这样的就产生有这种伤害自己的他方的时候呢，内心就是他的根本跟他的来源是什么？自己内心的执着。所以呢，上师马尔巴尊者对他呢进行这种让他认识内心的这个本空的这种道理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达到了这样的成就，但是又突然之间出现他的前面以这种很显现的时候呢，他又回到了本来的就没有认识自心的这种本性的这种状态。那么他就是依靠念诵仪轨依靠就是祈祷上师等等的一些方法来赶走那些出轨但是呢，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些都是本来的内在的自己的内境的这种执着而带来的。所以他就一想到上师给他讲的这个窍诀，而且本来是内心的这个执着是不内心的所谓的我的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达到这种空心的一种见解跟智慧的时候呢，那么外境的这些所在他的前面的这些众生都已经消失了不见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在发菩提心的对境呢，没有任何的那种他与我的，而且是并没有什么伤害到我们的，然后并没有什么就是对我们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当前面讲的就是上师给弥勒利巴尊者讲心无本性，然后就心是空，那么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万物一切法的空性。但是所谓的这个空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不会有产生能够可以在证悟空性的这种说法，连这种说辞都没有。所以呢，就是空性跟这个智慧智慧跟方便这两个来说的话，那么菩提心里面具备了所谓的方便，也所谓的智慧，两个都是具备在一起的，就是发菩提心，有菩提心的过程。那么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空性。如果任何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去修过菩提心，根本就不学修菩提心的情况下，自然就是证悟了空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外，现在有些僧人到施主家里时也是同样，那些施主宰杀了许多羊后供养肉食时，他们内心无有丝毫什么顾虑，欣然享用，尤其是进行消灾灭念、具事求福等事，他们要求必须用新鲜肉做贡品，认为刚杀的鲜血淋淋、热气腾腾的肉是干净的，他们以血肉装饰石子和贡品，气势汹涌地举行佛事。这些只是本钵教的做法，而不是内道佛教的教规。若是内道佛教的宗旨，则皈依后必须断除伤害众生之恶业。无论到何处，如果杀害众生，享用血肉，显然有违背了皈依戒，尤其是入了大乘道的我们，应当作为一切众生皈依助和救护者，
如果对于因救护的那些恶业众生无有丝毫大悲心，并且当施主杀害应当救护的众生后，将烹调的血肉放在我们救护者的面前时，我们欣然享用，并发出打嗝，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的痛心的呢？那这个以上也是一样的，因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可以学习到在供养三宝的，就相当比如说坛城上我们就是在佛座上那些地方呢，就是放那种肉类的这些都是不清净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学到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在过去巴扎仁波切讲这个里面的话，就藏地过去也是不像至今一样，因为过去藏地当然也是有很多佛法兴盛的地方，就相当就是在这个中国的在这个西部，就是西藏的西部，就像拉萨附近的一些大的寺庙的附近，然后就是在整个的西部都是佛教比较兴盛，有各种各样教派的佛教。那么在康区也是有很多的寺庙，那在安多地区也是有很多的寺庙，但是除了这些就是大的寺庙的附近以外呢，也有很多非常偏地的，因为藏地呢领土很大，人类呢居住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零散那么人口非常很少，人口本来是很少。但是这个居住的方式，因为很多都是靠那种养牧而生活的情况下，那么这是有些家的这种附近呢，就是一年都碰不到第二个家的那种，就是邻居也是要就是距离都很远的。那么你的算的最近的邻居是什么？你骑着马走的话，也是可能是1-2天的路上才会碰到那个邻居的那种也有的。那么那种就是相当也是靠什么呢？靠那种养牧而生活的这些，那当然他们来说的话，就虽然是藏族人，从内心当中呢，就是有这种信仰佛教，那么没有信仰的那种，完全没有信仰跟完全不懂因果的人是很少很少。但是从这个当中呢，就是在相当就是所谓的因果是有产生因果，但是哪些都是造业，哪些都是不造业，哪些是善，哪些是恶，这个方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分别。所以呢，就是在片区来说的话，有这些也是非常多的，那就是相对也是会产生一些那么各种各样的，就是帮人家就是做法事、修法等等的人，就是在短暂的时间来说的话，也有很大的这种加持力的，能够可以在帮助到他人的，但实际上就是内心没有真正的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在过去就是在这个好像普贤上师言教里面也有这个故事，我忘记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还是后面会产生，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那个黑马上师的一个故事嘛，那么在西藏西部的一个上师叫黑马上师，他可能骑着一个黑色的马，然后呢就是很多的信中的一位上师，他后来呢就是变成一个恶鬼，然后在那个在那个扬州雍湖里面呢，就是变成一条非常大的鱼，然后他在那边很多的其他的动物都是使用他的这个身体上的肉，而且这种的痛苦。他那个在他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帮助众生修法。那有些就是生病的，而且严重生病的那些人，他就不用去修什么吧，就是他就看了一下，看一眼都是会有得效的那种，这样的一个上师。那么这些人说到，那为什么他最后变成恶鬼呢？因为就是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故事应该可能我们前面没有讲到，应该会后面会产生的所以呢我们不用特别的解释几遍然后还有加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个宗教是本钵教，所以呢就是本钵教的一些仪轨到现在也是西藏也有本钵教那么现在的本钵教呢就没有像过去那样的一些形式，现在的本钵教呢就相当于也是
非常的接近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那在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习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会存在的。所以呢，就巴德仁波切在这里特别的就是讲到这些的原因都是有用意的。那现在的西藏就不一样，现在的西藏呢，就是交通、资讯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发达，所以今天就是在任何一个大的寺庙里面，今天有大的活动。那么在康区的一个大的寺庙，今天有一个活动，就是灌顶活动，或者是讲法的活动，或者是有这些各个的佛学院里面呢，都是有各种各地的那个整个西藏的，在不管是任何地方的人来去都是很方便的，所以交通也方便，资讯也方便。那么今天就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就是因此现在的这种这种藏地的。变化也是很大。从这个方面，过去很多就是都是在相当就是野外生活的那些，连他们的这个父母跟相当爷爷奶奶的时候，真的就是因我只是听说过，但实际上根本都这些不懂的。这些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是有寺庙，或者是有那个佛学院等等的，或者是真正的会讲课的这些开播什么。都有大的改善，所以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自尊自恋着扛着